另外，伫新竹市高峰里呢，坐当前就开始出现大量的琉璃狗遐，即嘛是愈摊愈侪啊。当地民众是指出讲，这市政府呢防治的效果是真有限。逐当只要这天气好，这琉璃遐就会大量来生摊，所以大家要斗想办法来解决问题。北部掀开，下骹全部拢是狗遐，互人看甲头规身躯上起来。若草埔内底有，就连路边的电火条仔顶悬，嘛拢摆满琉璃狗遐。当地民众讲，这几档狗遐探症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，已经困扰当地人真侪年，希望市府来斗想办法。像我顶交涂骹拢有啊，迄偌济，逐工我就掠，一工掠2、3载。无爱消毒较少的，就较袂一直生痰啊，就较袂安尼啊。因为刚刚市府应该来改管哦。对啊，他用药安全专业度不够。会不会造成更大的危害都不晓得，所以我应该是由政府方面这些专家，用药的专家出来帮我们处理这个问题。市府指出，这种琉璃狗遐主要是出现伫海拔500公尺以下点拿、果子园这的所在。目前相关单位除了会针对琉璃遐防治提出计划以外，还甲环境部、农业部讨论防治的方式。近期也会与农业部还有环境部共商一些相关的对策。包含耳机的使用，还有一些环境用药的一些剂量的调整。那也提醒民众们要去注重居家环境，常常修剪树木，注意环境清洁，以杜绝蚂蚁一个滋生的一个管道。另外，市府也呼吁民众千万唔通家己使用蚊仔水，这唔那无法度完全消灭琉璃遐，连带甲琉璃遐愈灌愈远，范围愈扩愈大。市府建议民众会使到里长办公室提药剂，返去厝内用专门的药啊，再当达成有效的防治效果。记者杜文和新竹报道。